政府对中央到地方如果在网上推广观光，希望韩国村的省钱。不过，假使自家的路卡也变做观光景点，游客加更会影响到在地居民的生活。像台东池上北龙太土路沿镇傍晚的游客落去，影响到港中人的港中哦。阳明山嘅北岩七路也沿镇观光客，青菜路这话到人路卡去，出乎比路价会都唔掉嘅。也两则所在分配用交通管制、收费一的方式，将会降大冲击。不过也无对根本来解决。观光发展同在地人的生活，听说会偏重强下，向下来看。袂农民讲啊，无迄当树啊，就来甲记记掉就好啊，就袂产生这种代志啊。3年前，佢哋航空公司广告，太民生以及 ICU， 以下为本全台湾都看到一条喺台东池上北龙太土嘅建设复苏，讲伊喺全台湾一定有名嘅数位，而是也唔会高分。每个来到池上游聊嘅人都会来雅家嘅。过来从那边走过来，就感觉这个景色确实特别棒，挺好，真的很漂亮。但像今年公月9月年假就有30万人次拜访日嘅蔡姓人口无到8530位池上乡，然後亦都亂象等等出現，像係也到遊客為到翕畫廊，讓外能到田順巷來翕相。比我想象中还漂亮，因为它这边风吹会有那个倒浪。是因为太多观光客来，然后其实这边的农民有一点点反弹这样子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哎，可能因为不是当地人。深圳池上面一定有名嘅天橋導航開始出現褪色，造成農民困擾。有时候游客会乱丢垃圾啊，对，他们拿保特瓶啊、吃便当会丢到他们田里，或是说有时候会不小心在田里面方便一下啦。按多嘅觀光客去到成入吐露巷，到到建工時期，農民看到按多人知道規模解釋，農用機器出春營業，然後市嘅茶位同春業後等等，影響到農民做事，一定看到綁標。因为游客进来，他妨害到农民的那个嘛，因为这个路很小条，游览车进来根本不能会车嘛，对不对？他农民要耕作，他有时候要拉管，或是说他有大型机具要过来哈，会造成影響啦。然後同在天然當中，同樣案件中嘅情景，未出現喺陽明山嘅北岩市路。足彩你都唔知，有時11點外嘛還喺嗰度行，搞曬亂吧？你物件亂起，我不是你愛扣啊。我就是迄个游客傷濟吼，我嘅田攏交吞下，種菜也是交吞了了。北岩市路喺陽明山北片，因為條重人水源條件，韓國又有替代溫泉嘅小溪建衝等出來，就從係人間性應用嘅。巴堰除了很漂亮水梯田之外，这些居民他们的石器屋，他们是用古老的安山岩去敲打出来的石器屋，其實也是保存得非常的完整。一下有師傅人家2003年喺嚟睇下，桃園年紀都74卡價，北堰安江一沙傳一沙，來遊聊嘅人越來越多，在天然嘅煩惱咪越來越多。早上4點就遊客開始進來了，那不止田埂其實很容易被踩壞，那也會有很多擅闖的事件，那很多的遊客會擅闖到居民的家裡面去。雖然喺陽明山國家公園呢方面都好，唔過北堰唔係公家機關，然後上咗一來對年輕都市嘅社總頭帶來巨大嘅影響。以下當然係得睇下86歲嘅建中阿伯講，卡登腳頭睇下歸田，順後就有人客對下吵架過。在輕年睇下公園嘅素菜規模乃好嘅變做觀光嘅景點，一定過不咗睇陸坎門後、天橋順後，對嚟見石牌。睇他家冇落去，有一人係用插籃夾開來，就係冇愛本人落去。足艱苦，攏未用做食。我當迄條迄個種條子啊落哦，迄敢有啲落去，伊嘛甲爬起你安尼行，迄時啊唔係啊，若講啲路講互你行，啊迄啲啊田仔底伊嘛要落去行，無論種啥呢，我種啥甲打啥啦。
其实老伯伯他就不得不自己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栅栏。那其实他也是不得已的，那也希望说大家来到聚落可以维护当地的环境。百堰一等有名嘅水塘岸，天橋巷江前嘅水還有太上頭，屯天橋水上磅騰，就像人桂花為意見樣嘅。进去要收费了，多少一个人？一个人30哈，收一个维护费。好。一下上愛體驗安尼嘅美景，愛減錢呢。天主蔡文照嘅天，今年4月開始收錢，用也來控制數量，同時維護有料嘅品質同環境。如果说之前没有收费的方式，整圈都是人，你要拍个照也不方便。那个田地田埂都跟我踩坏了，人太多了，都跟我时常一天到晚都在这边修理，没有费用就30塊是可以接受啦，对，只是人会有點多，就是要過的時候就有點擠。我有幾年因為搶提裝頭地度嘅水塘岸收費，冇辦法解決根本嘅問題。就一定要從路面那一邊開始做管制，除了這樣才有辦法去管制人員的進出，要讓這個地方有比較好的旅遊品質，就是要有那個人家專門來帶做導覽的這個動作，才有辦法啦。媽咪來，過來這裡好不好？也會帶動新人嘅體驗做農事，顧下來幫天橋嘅插草。剪完再過去，因為不然你一回來，水就會混掉了，就會找不到它了。聽人寫字屯海拖黑，能到天橋渡巷，聽樹岩見菠蘿。呢度係睇都市嘅山景海岸，頭一排能到天橋渡巷，像人盲食見怪樣嘅和和諧諧。也係百堰3省發展協會推動嘅生態拖拉，做農事體驗發通。就是想要让小孩子体验一下这个，因为都是住在城市里面，所以让他们到田里面，然后看看那个农夫种田的辛苦，这样子。協會安排專人拖攬、打網收費、團體創業的方式，希望做到雙贏。遊客享受得到塵土旅遊、體驗農事，又唔會搞超多菜田人的生活。其實大部分的遊客還是接受不收費的。對，那畢竟因為不收費有它的一個自由性。那如果像我們帶團的，我們會有一個管制，那我們會有約束。來做生意的人哦，愈濟人伊愈愛啦。我咧無咧做生意的時啊，都他在你講，我若正在村啊了一個妹講說刷頂哪遐高尚，安尼生敢會用哩？因為你從無強用，從23年睇嚟百堰起落，很怕用嘅航海機就困難有強勢，還冇講起一個鄉鎮呢。面對安亂嘅觀光現象，自從鄉公所去年結天對北浪大肚進行幾年嘅交通管制，唔准衝茶引進落去。那全年管制呢？鄉民他就比較能夠很順暢的經過那條路。那為了要區別遊客跟鄉民的車輛，我們池上鄉會有發一個通行證，車輛貼一個通行證，它就可以自由進出。北浪大肚嘅交通問題係解決嘅，唔過管制期內背曬有嘅新嘅麻煩。然下過去自行車也係4輪天通茶路去，順後평年自行車嘅點嘅對5件增加到22件，同時為到人客呢片調查嘅屯農地改造停車場，推動縣政府就發業者錢，本業者歸本滿。再說我們是配合公所，縣政府要說要把我們開發，這個就沒有道理了。這樣的做法解決了我們那個村莊的巷弄交通的問題，但是我的文化景觀區呢，還是保持原樣啊，並沒有停車場在裡面啊。但是因為這樣子呢，也是觸犯那個什麼農地農用的條例也被罰款這個就有點無奈啊。可是就是在外圍的部分。那個腳踏車店當然也越來越多啦。那我想我們都是會再持續去做相關的配套的措施的改善啦。池上鄉長因為標示行車被點嘅停車場就實體175公頃嘅老田區文化景觀路背，冇破壞田區嘅建設，已經過10萬嘅古道觀光發展屯鄉前嘅生活咧。
不过参加露天气文化景观保存维护计划的顾问公司认为，要解决交通暗塞的问题，应该要适当的推进带到高适合发展大量观光游料素材的台九线西线。慢慢把那个自行车出租业者引导到这个区块来，让原本这边就是生活生产的聚落，生活生产区域应该回归它生活跟生产所需要的这些动线跟宁静。可是台九线西侧原本就是设计做观光游憩使用的场域，所以这个其实离博朗大道、金城武树都没有太远。我们应该适度做引导，在空间上其实是有解决的办法。客家文化园区它要过来到博朗大道要经过台九线，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段。那第二个，你说把那个管制范围一直到台九线，那整个村庄的那个，我又不是要去博朗大道，我只是要回家而已，你怎么都给我管制？这个有点扰民啊。学生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同在地人共下来讨论，看接触得到一度的人客来也留了，只提出风景区管理条例，挖出观光核心分级区域，对人客分开，能当得到安乱的观光现象，对在地人的影响那不会安泰。地方观光很重要，那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很重要，他们的生活步调也很重要。那是不是先找农民来谈一谈，说他们可以忍受的最大负荷量是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推动央政府出来，依照地方自治条例来设定池上乡的特定的风景区的管理条例。这第三核心区之外，才可以设立那个什么脚踏车的出租店啦，或者那第二核心区呢，就次级核心区，它应该只有脚踏车进去。那最重要的这第三核心区，就最里面那一层是只能步行的。它了不起就是车多一点。会拥挤一点而已，因为面积也很大啦，要怎么管制？它是5、6条路都可以到博朗大道，那不是每个都要设一个那个检验口，然后控制车辆进出？可能不是我们想要做总量管制就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它不是封闭型的地方，那所以说。那要怎么做？我想那个都可以，经过跟在地的居民，一起讨论了。地方方各单位立场无共样，短时间内想要解决北浪太土顺后交通的乱象，恐怕无按改。这种的野生发局部，韩国做天色夜钓，就本一下被按到来老了的人，咪都弄高高的。其实早期唔係冇農村旅遊觀光嘅計劃，只係一下人實才來到鐵道，填土嘅時間要從點火樣嘅，來到也先才看看啦，根本冇辦法尋日了解也只嘅有乃按到上人嘅素材。觀光客來去農村按，就按吸死，帶來都去看金城武樹啊，去啊腳踏車就電動車標啊，魚標啊轉來，係都少咧，其實。那就我看法，佢根本都冇了解，我哋市場經濟你嘅醬，好的這個漂亮，你嘅樣板醬嘅原因，根本佢都冇看到，冇深度啦。我们的政治人物就政策的执行者，他们怎么样去可以比较思考周密，然后可以去用。限量的概念，或是说甚至不是限量，而是怎么样去引导，很好的引导这些游客去了解我们当地的东西。有一个卖点，可是这个卖点以后，你应该要再串联其他的卖点，让他们可以留在那边久一点，然后可以真正深入当地，然后才会有感情，他才会去保护这个地方的东西。看那台湾觀光客有料嘅方式，單單就係去到伊個素材，強快翕相打卡，點來也只嘅遊覽。有意圖嘅人為到翕相，還做出許多唔尊重在地文化嘅行為，學生認為許多嘅遊客還愛再過教育。我們的觀光客長期來好像已經不知道怎麼玩，我們的玩得蠻粗淺的。那從小到大，可能大家都教你怎麼讀書，沒有那種長時間去接觸大自然啊，或者是去發掘當地的那種比較冒險的，或是比較那個深度的這種旅遊。外面的遊客啦就進到一個
原住民部落去，就开始乱采乱摘，甚至乱骑到他们的他们的精神象征物上面乱拍照。那这对当地是非常不尊重。观光的人，就是说作为一个旅游者来讲，他是应该要受一点教育的。每政策研究大有皮，有人去就有前后村。如果唔尊重采地文化，冇知识的人客，同時未帶來該唔好嘅影響。當然嘅陸客變做人客去有料嘅素材，等等帶來嘅好處同壞處，就該愛採地人來負擔。坦白安用嘅行路去，地方愛經討論來潛水強勢，潛水觀光發展同生活腳步，能唔會偏重強，大家都接受嘅得嚟做法。